小女孩深陷火海，哥哥又昏迷不醒，有个男人冲进火海救出女孩，又再次折返营救女孩的哥哥，不顾危险救出了孩子们的男人竟就是赵议员。女孩手捧鲜花想要去谢谢救命恩人，却听到秘书说男人因为救人成功挽回了名义。男人狠狠扇了秘书一巴掌，斥责明明说过只要揭穿育幼院不法勾当就好，却还做了那么危险的事。但秘书为了赵议员，别说放火，就算投奔火海也在所不辞。赵议员说孩子受伤了，因为火灾的冲击还失去了记忆，但秘书丝毫不后悔。女孩幼小的心灵也在这一刻瞬间崩塌。当上检察长的全厅长让西柚将金部长的案件交由江震，并从今天起转调到刑事5部。江震假意致歉，调侃西柚辛苦的成果，却让他渔翁得利了。而程浩却被全厅长请辞，说觉得他不适合当检察官。程浩觉得全厅长变了，也变成追逐权力的垃圾了。西柚并不打算停止，他要除掉蒲某。秘书找到蒲某确认 JQ 建设收购的事，警告他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西柚正和西雅设计陷阱，就等着蒲某上钩，清楚他那种唯利是图的人是不会放过这么绝佳的机会。果然蒲某找到曾经的小地龙社长，打算联合贷款吞钱。西柚收到西雅发来的贷款人员名单，立即发给了大冤种搜查官，让他明天之前整理好。搜查官查到有个人失踪了，却还是申请了贷款。西柚说以后一定会请他吃饭以示感谢，但搜查官早就来了这里，让西柚择日不如撞日。西柚爸妈还以为西柚郑重其事是要带女朋友回家，却没想到是同事。原来搜查官申请了调令，幸运通过转调到了首尔。西柚通过搜查官的线索找到了失踪者李某的住处。原来他因为孩子心脏病手术费借了高利贷，之后一直饱受追债折磨，但有一天丈夫却说债都还清了，让她放心，说是新公司预支借给了她。1周后丈夫却消失了，怎么也联络不上。这时同事们找到了李某的踪迹，原来他被监禁在所谓的公司做着电话诈骗。李准基化身热血检察官，勇闯非法组织，几人立即赶往诈骗公司，准备带走社长和李某。西柚还找来了帮手联系，混混们还不知死活的要开打。在社长震惊的眼神中，西柚和怜惜2个人就轻易的打倒了一片。西柚说明天他就会登上新闻版面，内容就是有位父亲为了孩子的医药费借了高利贷，之后被他绑架监禁施暴的事。社长有靠山蒲某并不畏惧，西柚提醒他不要小看网友的力量，罪犯老爸登上新闻，他女儿的生活也不会再平静了吧，让他招供蒲某犯下的所有罪行，并说他也不是忠诚的人，不然也不会背着蒲某私吞钱财，也了解他们这种人一定留有后手，早就准备了可以威胁蒲某的东西。社长崩溃不已，按照西柚的指示拨通了蒲某的电话，说已经通过了天下寿险的贷款，钱明天就能拿到。这时全厅长来到这里，让西柚将这个人交给他。原来全厅长并不是叛变，而是想自己承担一切，也知道搜查官一直默默帮助西柚，才将他调到了首尔，清楚西柚的最终目标是赵议员，让他隐藏好爪牙，而他会抓住蒲某。这时新闻播报，经营非法放贷及电话诈骗的集团被捕，对无法偿还债务的人施暴拘禁，而半岛银行的蒲某也与本案有关。赵议员怒不可遏，秘书汇报联络不上蒲某。全厅长也得知了蒲某失踪的消息，西柚猜到了他的藏身之所，立即赶往那边，并向全厅长请求支援。在上一世，蒲某躲在自己的藏身之处，最终还是被发现沉尸于此。要是这次他还躲在那里，也定难逃赵议员魔爪。女秘书汇报找到了蒲某的所在地，杀手和秘书立即赶去了那里。蒲某正在拜托人家找一具和他长得像的尸体，想要假死逃出国。西柚抢先一步找到他，带他躲了起来，门外的小弟就要被杀手解决。这时警铃声响起，杀手只好先离开。正义检察官陷入困境，如何绝处逢生？赵议员命令全厅长释放蒲某，但全厅长不愿妥协。赵议员提醒他，做检察长要懂得变通，要给自己留有后路。看着全厅长一副怎么也不退让的样子，无奈让他离开。得知负责此案的是程浩检察官，让秘书换成西柚，正好也可以测试西柚到底是哪边的人。而全厅长也不适合这个位置了，让秘书联络尹中基。女秘书告知西柚负责人换成了他，并说赵议员让他立即释放蒲某。蒲某感谢西柚的救命之恩，也清楚昨天的人不是简单角色，如若不是西柚，他必难逃一劫。西柚说他会去救他，为的是要他活着接受惩罚。西柚关闭监控，说他刚刚收到议员的指示，要释放他，但是出去之后下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，说会给他1周时间，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生存办法，要是还是闭口不言，下周就只能站在议员眼前了。尹中基当上了检察总长，春风得意，神清气爽。赵议员觉得自己下错了棋，想要换掉全厅长。尹中基提醒他，刚刚才出了新闻，现在换人可能会引起猜测，承诺会用蒲某的个人贪污案解决此事，再慢慢架空检察长的权力，让他变成一只纸老虎。手下的人都劝说全厅长妥协一次，但全厅长执意奋战到底，也理解他们的畏惧。全厅长早就料到这个结果，
他最擅长的就是沉住气等待时机，让西柚不必担心。在西柚努力奋战的时候，他会坚守住这个位置，成为他的后盾。韩国最帅检察官遇上美人计，明秀知道西柚深陷困境，邀约他一起喝一杯。明秀接电话离开时，那个女人看准时机走上前，假装是偶遇感谢西柚上次相助。西柚也察觉出什么，主动找女人搭话。女人还以为自己真的魅力十足，不料西柚早就看穿了她。在上一世，交际花誓言在饭店跳楼身亡，盛赫十分气愤，就差一点就能将赵议员这个恶魔送进监狱。而后强行接近赵议员的盛赫也被设计成了车祸身亡。西柚对此十分自责懊悔不已，也清楚赵议员是想将他变成拴住自己的狗链，拿出女人贩卖军火的证据，这也足够让他牢底坐穿了。西柚决定将计就计，让女人想清楚要站在哪一边，选自己就能逃过一劫，选赵议员就只能牢里蹲了。让他告知赵议员计划成功，西柚已经上钩了。女人丝毫不畏惧，觉得要是他将西柚的话告知赵议员，结果或许就不同了，而他的非法行径赵议员都有能力帮他阻挡。西柚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，赵议员并不会为了他做这些，他对于赵议员来说不过是个一次性用品罢了。他也清楚他卖军用直升机只是幌子，真正卖的是让电子设备失灵的新型非核电磁脉冲弹，警告他继续和赵议员为伍，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。拿出他瞒着赵议员接触的国内武器交易商的照片，现在他只有选择自己才能安全。两人顺利达成交易。次日，女人拿着录音交给秘书，说西柚为了得到他的心，把他能用得上的人脉联络方式都双手奉上了，他都将对话录了下来。西柚还答应会在他前往美国的那天将资料都交给他。赵议员还以为西柚真的中了美人计，这时秘书汇报 PSM 投资的上万代表成了 JQ 建设的新代表。明秀猜到上万当上 JQ 建设代表都是西柚的计策，西柚说这只是开始，让明秀好好期待他的成果。西亚告知西柚，赵议员在调查上万的背景，叮嘱西柚小心行事，毕竟对方是老谋深算的赵议员。李准基正面硬刚政界大佬，憨憨小弟上万惨遭毒手。了西柚告知上万，赵议员很有可能会联络他，叮嘱他千万不要接电话，也不要赴约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门，就算出门也要带上联系。赵议员让秘书约见上万，警告他可以拒绝，但是不能保证拒绝的后果。上万明知危险，还是决定赴约，叮嘱联系不要告知西柚，但西柚早就猜到上万会去赴约，叮嘱他一定不要去。赵议员准备面见上万，来人却是西柚，直言在背后指使上万的人就是自己，让赵议员不要牵扯到无辜的上万，就和自己谈就好，说他至今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会由自己来惩罚。赵议员依旧是那副他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公民们的样子。西柚受不了他虚假的模样，赵议员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他跪下认错赔罪，就可以原谅他。西柚说他没有赵议员的度量，就算赵议员下跪悔过，他也绝不会饶过他，一定会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赵议员提醒西柚，攻击对方最脆弱的痛处就是政界的争斗，要是他真的珍惜上万，就不该来这里。西柚意识到不妙，拨打上万的电话已是无人接听，而怜惜说上万刚出去买晚餐了。此时天台上，上万正独自面对杀手和秘书，秘书说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西柚体会到被信任之人背叛的痛苦，只要上万揭露西柚的丑闻就行，还可以给他金钱和权力。看着上万不为所动，杀手将上万拎起，背靠在天台边，秘书让上万做好决定，是要活命还是去死。上万说的确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柚，让他们一定要遵守约定，给他金钱和权力。上万询问他可以当作是和赵议员做了这个约定吗？起码要知道是谁派来的人，才能相信他们吧。秘书察觉到不对，杀手从上万的口袋里搜出了正在录音的手机，恼羞成怒的秘书让杀手将上万扔下了高台。李准基孤立无援，绝地反击。手术室外，西柚和怜惜焦虑万分，西柚充满自责和懊悔，医生无奈的摇头。西柚心如死灰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上万，医生说他不知何时才能恢复意识，也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西柚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仇恨的火焰冉冉升起。赵议员清楚西柚不会就此罢休，让秘书调查他的通话记录，查清楚他的人际关系。西柚刚到检察厅，就看到程浩和搜查官被调往金山分厅的公告，而韩美也突然被派往日本做特派员。搜查官和程浩并没有抱怨，反而鼓励西柚不要放弃，一定要赢。盛赫也被调往了江原道，而龟利被调往金山。西柚彻底孤立无援，但又什么也做不了，这种无力感就是赵议员要让他清楚的。西柚想到身边一直帮助自己的复仇小分队，每个人都身怀正义，如今却都无奈分散。黄议员的亲信也都被检方和媒体猛烈攻击，还有人传言只要和他一起就会被赵议员击垮。虽然早已猜到结果，也没想到真的会孤身一人。西柚面对现在的状况也有些后悔，如果不是他执意要抓住赵议员，或许就不会有人受伤有人死亡，但时间无法倒流，
他一定要让赵议员见识到何为地狱，拜托黄议员再帮他做一件事。赵议员说西柚说要让他蹲监狱，问明秀是否能除掉西柚。明秀回答可以，但是要让赵议员帮助他踏上和他父亲一样的路，要加入政界，恢复父亲的名誉。赵议员说西柚就是他踏上政界的门牌，让他务必要除掉他。结局将会是怎样？加个关注，明天我们见分晓。